讲到这中华师范大学爆出性平案件，有4名辅导医资商学系教授去互指控性侵甲性骚扰，其中2名教授经过调查，确实是有这款的代志，会甲因罚款甲改聘。学校表示讲，这款的处罚是无多接受的，因为教界团体是认为学校就要扩大调查，看敢有其他受害者。许多学校内面看起来拢无人，但是网络顶悬是讨论甲真热。国立中华师范大学4个辅导和资商学系教授，红逼出疑似性侵害、性骚扰的案件，消息一出来，互社会是错一个。其中一个捌做副校长的省长的教授，互已经毕业真侪年的学生指控讲，伊捌第2002年的时阵，透过网络视讯的方式，要伊看成人片，互伊身心拢真无爽快。视讯的方式，然后约我一起看 A 片。他会跟我要内裤，而且视讯那边他自己就收藏了5、6件内裤，就是很不舒服。另外，还有姓吴的教授是涉嫌对学校的学生性侵害，经过性平会的调查，确实是事实。还有2个姓王的教授嘛涉及性平事件。这不是老师该做的事，他应该做个好榜样，不应该做这种事。学校表示讲，张教授这案的被害人是社会人士，照性骚扰防治法来调查。中华县政府审议认定性骚扰行为是事实，裁罚3万，而且协定退休8月生效。另外，姓个教授的性侵案经过调查是事实，违反性别平等教育法、照教师法甲改聘，而且终身未当国聘任。另外2案拢已经校案通报，阁继续在调查。来召开教评会，讨论2位教师是否需要暂时停聘接受调查，以避免2位老师与学生接触的机会。希望这些措施呢，能够让学生与家长安心和放心。我们认为受害者不止1人，好，校方并没有针对这个班级或者是他上过的课程、他教过的课程有任何的扩大调查的作为。好，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疏失。人本基金会是认为讲，社长和姓吴的教授案件受害者应该唔哪一个，学校应该扩大调查。教育部和中师大拢呼吁事件相关受害者会当主动和学校来联络，卖帮助有需要的在校生心理咨商，未来卖加强性平防治宣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